香港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今屆係進入咗第12屆啦。無論佢參賽嘅院校，呢個係參賽項目都不斷遞增嘅。今次嘅參賽項目咧係753個，亦都係創下咗歷史嘅新高，亦都證明呢項賽事佢嘅代表性、權威性同埋佢嘅影響力咧都係不斷提升嘅。好榮幸今日可以參加到呢個比賽啦！咁我哋今次咧就見到好多唔同嘅好新嘅科技啦，咁呢個都 inspire 到我哋 team 繼續喺創業啦同埋創新科技呢一條路上行更遠嘅。感謝呢個比賽俾我一個機會去展示一下自己嘅成果。Professor 俾我呢啲 marketing 嘅 knowledge 啊，我哋之後會做一啲改進。感謝文化協會提供的香港創新及創業大賽平台，經過大賽的鼓勵，我們會努力地將我們的樣機進行產業化、產品化，進一步量產。今屆參加者咧，佢嘅水準都非常之高嘅，無論從佢哋嘅創意啦、執行度啦同埋完成度咧，我都見到係一個非常之高嘅一個狀態。同學諗得好周到啦，亦都今次個主題我覺得係幾豐富嘅，尤其有好多係貼合而家呢個國家嘅需要啦，例如呢個新能源啦、低空經濟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係好有前景嘅。我覺得今屆嘅參賽者咧水平咧好似比過往幾年咧有進步咗，咁而啲學生或者係啲畢業生啦，都揾到幾清晰嘅應用場景。我覺得咁樣做落去咧，一定可以吸引到合作伙伴啦或者投資者咧去參與嘅。今年同學啲比賽作品都非常有創意啦，同學可以諗翻闊少少啦，再諗多少少點樣去將佢哋嘅作品可以更加實用咯。今年嘅水平十分之高，初創嘅領域咧好多元化，咁呢個都係我哋覺得係好好嘅一個地方。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咧，係自2015年一眨眼咧，今日已經嚟到第12屆啦。有好多嘅好嘅項目，好多優秀人才喺呢個平台上面不斷地湧現出嚟。喺呢個參賽過程中，你會發現好多新嘅問題，提出好多解難嘅方法。呢個就係你哋邁向成功嘅第一步。呢一項嘅賽事咧，已經係發展成為啦全港規模最大，亦都係最具代表性嘅本地大專創科盛事之一。呢一項嘅賽事咧，成功咁樣為我哋香港咧係建立咗一個龐大而且係充滿活力嘅創科青年人才庫。我哋中銀香港好榮幸又可以繼續支持新一代協會舉辦同埋參加10幾個本地、全國、國際性嘅比賽，俾同學們同唔同領域嘅青年切磋交流，同時培育同學們敢創敢試嘅精神，俾更加多嘅青年人喺更加璀璨嘅舞台上面繼續去探索、成長同埋發揮所長。今屆大賽有咁嘅成果咧，我都要特別代表主辦機構多謝創新科技處嘅全力贊助同埋支持，亦都係多謝我哋嘅伙伴機構中國銀行香港同我哋一齊攜手合作，為我哋大賽提供咗好豐富嘅獎金，令到呢項賽事嘅吸引力咧不斷提升。希望咧嚟未來嘅日子入邊咧，能夠鼓勵更加多嘅香港嘅大學生去參與呢個賽事，令到佢哋喺過程中能夠不斷地成長，為香港培養更多科技創新同埋創業嘅人才，共同去打造呢個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亦都希望佢哋係嚟緊喺全國賽入邊咧，能夠再創佳績。第12屆第12屆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第12屆